大家都知道，唔計時間呢一維，我哋生活係一個三維世界。與此同時，喺另一邊，一樣存在二維、一維乃至零維嘅世界。從只有長度，再到加上高度，到最後再有埋闊度，呢個就形成咗我哋而家嘅三維世界。但係你有冇諗過，其實係可以存在1.500維之類嘅非整數嘅維度呢？咩叫分形呢？分形顧名思義，就係具有自相指性同埋無限嘅複雜度嘅幾何結構，即係無論你點樣放大呢個結構嘅一部分，都係會同佢整體一模一樣嘅。我知道我直接講呢個定義出嚟，應該大概率係冇咩人聽得明嘅，所以等我先舉幾個例子。假設而家落緊雪，然後你飲咗一啖水，突然有一片雪花飄咗入你個杯入邊，呢個竟然係傳說中嘅 Coke 雪花。佢係咁樣形成嘅，先畫一個三角形，將每一條直線都分成三份，然後將中間嗰份改成一個往外突出嘅等邊三角形，然後再喺每一條直線上面唔停咁樣重複呢個過程，包括新出現嘅直線，然後恭喜你，你攞到咗一個 Coke 雪花。將佢放大，你就會發現呢個同放大之前係完全一模一樣嘅，係完全冇任何區別嘅。呢個就係自相指性同埋無限嘅複雜度。無論你點樣放大，呢啲線條都係同放大之前一樣，並且係彎曲嘅。其實關於分形嘅定義，仲有一段好有趣嘅歷史。曾經有人覺得呢，分形係指放大之後形狀依然係一樣嘅結構，但係咁樣會出現一個好搞笑嘅問題，咁就係一條普通到唔可以再普通嘅，可以由 y 等於 ms 加 c 呢條式轉譯出嚟嘅直線，全部都會變成分形，因為一條直線冇闊度，咁即係你放大之後，佢依然係同冇放大一樣嘅。聽到呢度，你係咪覺得分形係啲咩好深奧莫測、好高深嘅，唔存在於現實，並且只存在於數學家佢哋自己嘅幻想入邊嘅嘢呢？錯啦，其實我哋身邊都有好多分形嘅例子。我舉個例子啊，譬如講我哋成日見到嘅海岸線，呢條奇妙嘅線十分特別，佢放大之後同樣會保持彎曲，具有隨機嘅自相指性同埋無限嘅複雜度。換句話講，如果你需要測量海岸線，咁你用把尺越短，咁你測出嚟嘅被忽略嘅海岸線就越多，而由最後得出嚟嘅海岸線就越長。而更有趣嘅係，我哋甚至可以通過呢種測量嘅行為去揾出呢段海岸線嘅2同埋1中間嘅維度。詳情如下。就係通過咧呢個 log L 等於開括1減 d log s 加 m 咧，就去揾呢一個 coastline 嘅 dimension 嘅。L 啦就係指 estimated total length of coastline 啦，而 d 咧就係 dimension of coastline， 而 s 咧就係呢一個量度工具嘅一個長度，而 m 咧就係一個數值 which 唔同嘅 coastline 有唔同嘅數值啦。咁 for 下邊呢一個 graph 咧，我哋就可以見到咧上邊呢條 equation 啦。通過咧就係整走啲 outliner 啊，同埋揾多幾次數據咧，我哋就可以整到幾條 best fit line。而喺呢幾條嘅 best fit line 入邊咧， South Africa 咧有最低嘅呢一個 threshold dimension，which 係淨得1.04。呢樣嘢咧就凸顯咗佢咧同其他國家相比，佢嘅 coastline 咧係比較似一條直線嘅，因為佢嘅 dimension 更加近1。而喺咁多個國家入邊咧，最高 threshold dimension 嘅咧就係一個英國，佢係有 1.24D 嘅，所以咧佢嘅表現相比起其他嘅圖形咧係更加似一個二維嘅一個圖形，因為佢嘅呢一個 dimension 咧係更加趨近於呢一個2嘅。而第二個 fractal dimension 嘅 application 咧就係 medical diagnosis and interpretation 啦。即係點咧？其實即係代表咧呢一個 fractal dimension 可以幫啲醫生去診斷
甚至係去 determine 一個疾病去到邊一個 stage 嘅。例如啦，呢度有個 lung cancer 嘅 patient， 咁我哋可以睇到啦，佢係由 year 1 to year 5， 其實咧佢嘅嗰個 fractal dimension 咧係由 year 1嘅1.41啦，升到去 year 5嘅1.63嘅，所以我哋從此咧就可以睇出呢啲 abnormal growth of 呢啲 tumor 嘅速度，同埋呢一個 cancer 可能發展到去邊一個 stage。如果係早期嘅 cancer 嘅話咧，咁就做 surgery 切除咗嗰個 tumor 佢啦。如果係後期嘅話，就做嗰啲化療。呢個 fractal dimension 好準確咁幫啲醫生 determine 到嗰個 cancer 究竟係發展到乜嘢嘅程度，所以就可以對症下藥。謝爾賓斯基三角形係由一個等邊三角形入邊不連接三邊嘅中點刮咗咧，由中點連成嘅一個小三角形。咁透過不停嘅重複，令到佢最終就產生咗佢啦。因此，隨住佢次數增加，呢個圖形嘅面積會趨近於零，但周長會趨於無限。用翻我哋頭先啱啱 prove 出嚟嗰條維度公式，我哋咧就可以喺個動畫入邊見到咧 n 就大約等於3，而 m 咧就大約等於2。因此咧，佢個維度用翻嚟公式就 log3 除 log2 啦，亦即係大概1.585。咁因此咧，佢就介於線同面之間。咁因此都解釋到點解佢一個 surface area 咧就係0啦，因為佢唔係 2D 嘅嘢。而家你將呢個謝爾賓斯基三角形擴展到三維世界，亦即係從一個4正面體開始啦，將佢4個頂角入邊咧開始去保留一個小嘅4面體啦，慢慢重複咁樣移除剩翻低嘅空間，咁就形成謝爾賓斯基四面體啦。咁因此咧，呢一種咧碎形咧，佢個 volume 咧就慢慢趨近於0，但個表面即係持續不變嘅，永遠等於最初嗰個。而家個魔法小人咧喺度試下咧，要用幾多個新嘅4面體先至可以咧去得出一個邊長為2倍嘅新嘅謝爾賓斯基4面體。咁佢拉完出嚟之後咧，就發現啦，你需要4個新嘅先至可以咧去 double 咗個邊長。因此咧，用翻嚟公式就大概 log4 除 log2 啦，亦即係 2D。咁亦即係意味住咧，雖然咧佢係存在於三維空間之中，但其實佢只係一個 2D 嘅嘢，因此亦都係點解係冇 volume 嘅。除咗上面嘅2點之外，分形仲有好多用處，比如講降低我哋玩遊戲嘅時候對手機配置同埋算力嘅要求，減少卡頓。又譬如講壓縮張相，降低佢佔用嘅內存。可以話分形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入邊無處不在，亦都極大咁樣幫助咗我哋。呢個就係我哋對分形嘅介紹，多謝。